賽季武將不全，抄陣容作業都唔好抄，點算？各位主公們唔好急，呢期神策就嚟俾大家講講呢種情況點配將。首先要搞清楚基本嘅配隊原理思路，一個基礎隊伍最好要有擴商、續航同埋輸出。例如永遠嘅平民神隊孫大聖就係基於呢一個思路組成嘅隊伍。徐盛喺前排擴商嘅同時，為全隊提供抵禦，保護隊友血量，專心攜帶防禦類戰法就可以。比如話秘奇銳氣、主甲蕭哥大橋作為輔助，其自帶戰法可以為隊友回復同埋提供傷害增益。攜帶嘅戰法輔助輸出，比如缺水破敵或者係加強回復，永隔長久就得㗎啦。孫策真係核心輸出手，全力攜帶兵刃輸出戰法，比如話勢如破竹、威名顯赫，主打傷害即可。理解咗基本嘅配隊思路，我哋再去睇一賽季中嘅 T0強隊，其實亦都係如此，只係其中嘅武將之間嘅效果聯動更加巧妙。譬如銅雀宮隊伍就係大喬擴傷，小喬輔助周瑜輸出，大小喬攜帶異常狀態戰法，大喬帶斷糧道、橫針暴斂呢種，小喬帶廖氏如神奇門遁甲呢種，喺極大增加周瑜自帶戰法打傷害效率嘅同時，大小喬、周瑜之間仲有極強嘅緣分加成，使到此隊喺一賽季中風生水起。下面我哋通過戰報嚟講話，呢度銅雀宮打並雕，小喬天香超常發揮，發動咗6次，被龐德直接俾摁住。周瑜因為大小喬不斷俾對面套異常狀態，臨機制性發動咗19次，打出咗1萬幾傷害，加上12次談笑誅心傷害爆炸，龐德被掛上虛弱，董卓被技窮傷減，龐德應有嘅傷害打不滿一啲，根本救唔到一啲。雖然呢個其中有小喬發揮嘅優勢，但就唔可否認呢套陣容嘅強大。再講到另一個一賽季嘅強隊忠義宮，算係喺其基礎之上嘅一個變種。劉備作為前排扛雙位，同時亦都兼顧咗回復續航嘅功能，而張飛嘅作用則係穩定，打出畏懼異常，使到黃忠自帶戰法能穩定嘅輸出到敵方3人，達到1+1大於3嘅輸出效果。在此隊伍中，核心思路就係張飛與黃忠嘅聯動。劉備作為3王之一，有抽取嘅難度，如果冇抽到，亦都可以用徐盛進行代替，同樣亦都能起到保護隊友嘅效果。不過相比之下，我仲係力推銅雀宮不為別嘅，因為好睇。以上就係神策為大家推薦嘅隊伍，各位主公們可以睇下自己嘅卡池去組建適合嘅陣容，祝主公們旗開得勝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